回家真好。什么动静？有刺客！让我家夫人防歹人设的啊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出口袋紧闭，确实想不到。夫人可能睡了，千万别惊了她的觉，不然要发大脾气的。咱们去内屋。哎，既然这样，不如干脆回安全院得了。内屋啊，是丫头的房子。出门这么久了，我想现在就过去看看。走，行。哎，这儿啊，绑着刀呢，迈过去。还有啊，这儿还有那儿啊，有夹路的夹子啊，在这儿没事啊。夫人这是换地方了，当然啊，要不然我背您过去吧。你爹是王启年吗？嗯。我是你爹好朋友，你叫我叔叔就行。嗯。给我的。嗯。啊，那谢谢你啊。装好了，装好了。啊？想叫你吃饭。哦，好。小范大人吧，我是启年的发妻。千万莫叫大人，我跟老王过命的交情，按道理我得叫您声嫂子。大人请坐。启年一早出门给大人办事，我们不必等他。也是他不小事，早上才跟我说大人来了，都没准备。自家熬的粥，怠慢大人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是我麻烦夫人。有肉。那可真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爸爸。不是我叫的啊！大人误会了，孩子乳名啊。我家丫头单名一个霸字。是哪个字？王霸之气。真的是。叔叔，鸡蛋掉了。谢谢啊。听说大人在京都有数10段情缘。我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，都是假的，都是以讹传讹，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那郡主呢？哦，跟婉儿的婚约确有其事，但除此之外，别的都是假的。我自相信大人。大人喝粥。哎，叔叔，别再掉了。我尽量。孩子这名字挺特别的。刚有身孕的时候，启年选的，没想到
是个丫头，那怎么没换一个？名字硬气，命也硬些，能平安长大。好名字，好寓意。我也觉得自己的名字好。娘，女儿错了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女儿不应该吃饭说话。知错就改，女儿知道了，女儿一定改。起来吧。大人坐。说孩子呢，大人不用拘束。院长，年若海呢？他把自己关起来了。去看看。哎，大人别动，我帮他一块收拾吧。听启年说，大人要交房钱他是这么说的。，1天1两，说是补贴家用，没这回事吗？有这回事，房钱得交。那就没有理由让大人帮着做事，不然这钱收的坏了规矩。啊，大人请坐。爸爸陪叔叔聊天。有啥？都行啊。你多大了？我5岁了，那你多大？反正比你大多了。那你是大人吗？当然是了。那你为什么睡我的床？我只是借助一下。哦，那你喜欢吃肉吗？喜欢。那你知道什么肉最好吃吗？什么肉啊？是五花肉。有道理。那你想吃五花肉吗？想啊。娘，哎，怎么了？叔叔想吃五花肉。晚上给大人做。我没。行啊，肉也让你骗到了，帮叔叔个忙好不好？好。家里有纸吗？再找根烧过的炭条来。这爸爸随他爹。大人，娘娘娘，哎，爸爸，娘娘，哎呀，爸爸，哎呦，哎呀，想死我了！爹爹早上啊，看你睡得香，就没舍得叫你。哎呀，想死我了！先忙这事儿。夫人辛苦了。小娘娘，去。夫人辛苦了。大人，咱不是要潜入抱月楼去探听消息吗？为何不报名上台呢？若是抱月楼中门大开，广迎宾客，或许还可以一试。大人啊，你怎么给大人喝这个？哦，这还行啊，这个。哎，夫人，哎，我来。那您是怕上了台去，有别人把您给认出来？台上就算认不出来，没有人群掩护，想混进楼里，怕是隐藏不住。我想来想去，这抱月楼追思会恐怕是个陷阱。瓮中捉鳖，捉你啊不，我是那个意思吧？那咱们应该趁着夜黑风高，咱们晚上进楼去找人。咱们只有一次机会，我就怕打草惊蛇。这抱月楼管事的是谁？那我得去查查去。圆梦。圆梦是谁？圆梦，袁大家，曾是流金河夸魁，司礼礼之前，属他最具盛名。
夫人怎么知道这些啊？咱家以前卖过胭脂、香料，青楼这一行的事多少知道些。那你之前不说？大人莫怪，这一类的生意，几年他管得少。我得避嫌。向你学习。大人啊，那咱们是不是就从这个圆梦查起呀？这个圆梦就是抱月楼的东家吗？他虽管事，并非东家。抱月楼的东家很神秘，不知底细，从未露脸。要查滕家母子的下落，恐怕还是得找到这个神秘的东家。外人不知道，楼中人或许知道。有熟人？有位姑娘，与启年相熟。不可能啊，绝不可能！大人，王某这一生最看重的就是名声啊，说一声冰清玉洁啊，那也不为过。夫人一定是听了什么谣言了啊！桑文姑娘，今儿这手怎么这么滑呀？出汗了吧？一开始送胭脂香料，不都是送到桑文姑娘手里吗？那倒是啊，但是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大人呐，我想想啊，开始呢，我是卖给他一本琴谱，后来呢，又卖给他一把古琴，再后来才是夫人说的这香料啊。你这卖的还挺多呀，还卖过什么？卖过地图、红楼，这大人都知道啊。但是我见了大人之后啊，王某就只卖命了啊。夫人，刚才要不是你说起什么丧啊、什么文呐，我都把他给忘了。如今桑文姑娘便在抱月楼。他不是说他只做唱曲名家，他不会。大人万幸啊，启年看来是没忘干净，想必能帮大人搭上这条线。哎呀，怎么坏了？不知道。我去换一个。我帮着找找啊。这茶要不咱们……哎，对啊，还是得喝，客随主便。哎，行，你勺放哪儿了？哎呀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去吧，大人等着你聊三姑娘。但是我真的跟他不熟啊。再说人家在抱月楼内，对吧？我就是想见，我也没有机会见。你还想？我是得想，我必须得想啊！我替大人好好想想个万全之策啊！大人，别看了，红了，手指头还挺长。哎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大人，要想见呢，还是能见到的。这青楼里的女子啊，她们的衣着胭脂都得在楼外购买。哪家铺子？铺子我知道啊。咱要想找到桑文啊，那就得去守株待兔。这铺子能让你混进去？都认识。老王，你这不远。不是您可别多想啊，我就是偶尔在他们身上赚点小钱而已，别的没有关系。这不行吗？问心无愧吧？那你刚才不说清楚？大
大人没成亲，您不懂。即使是问心无愧，也不能多说一个字，不然会节外生枝的。这女人呐，疑心不可生啊！这男人呐，平安才是福。哎呀，成亲不易呀！哎，那咱们现在就走啊，走。哎，夫人，我陪大人去办点公事啊。记得带上一条兰花帕子。好嘞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咱要去的那家铺子，最有名的就是兰花帕子，精彩。这是借人心道的样式，特别合适你。说什么都好看。你眼光真好，配上你。这个不错，这个也好看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最喜欢这个颜色，手工绣的多漂亮！手工绣的，真漂亮啊！桑文姑娘，昨日晚霞如烟，我猜桑姑娘啊也该来了。上次您要的东西已经都给您备好了，姑娘请。这也要跟？姑娘，别喊啊！熟人啊！我王景言，哎，这是乔装打扮啊，这个你拿着啊，哎，这位啊，赵公子，仰慕姑娘多时，只是呢想要见个面，没别的意思，你切莫声张啊。礼太重了，小范大人。不，哎，小赵，我见过你，在哪儿见过？司礼里姑娘那夜借烟花驾舟，与小范大人相识，我就在楼上瞧着。那倒是有缘。听说大人死了，我也听说了。节哀。多谢关心，我会往前看。什么意思？大人是想查抱月楼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可没说啊，这。大人死而复生，到这种地方来见我，总不能真是看上我了吧？我就是一普通女子，除了抱月楼，身边都是平常人、平常事。那这抱月楼又有何不平常？什么意思？大人是想查抱月楼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可没说啊，这。大人死而复生，到这种地方来见我，总不能真是看上我了吧？我就是一普通女子，除了抱月楼，身边都是平常人、平常事。那这抱月楼又有何不平常？抱月楼新开不久，已经收拢了京都各家花魁，都是最赚钱的招牌，每家都有靠山，可从来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，这不平常。可否请三姑娘帮个忙？桑文也想求小范大人相助。
可以谈。那大人先把银票收着，我才好开口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大人先问吧，说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便不会开口了。桑姑娘倒是清醒得很。我这种身份，再不清醒，那真是没救了。抱月楼东家是谁？不知道，我从进了抱玉楼之后，从未见过东家露面。那我换个问题，有没有在抱月楼里边见过一对母子？孩子大概6、7岁左右。也没见过。大人想找的人，应该不是自愿进抱月楼的吧？不是，是被强行带走。他们抓来的人，我们都没有见过。若真有这对母子的话，应该和那些人都关押到一起了。关在哪？没人告诉过我们。新抓来的是谁，我们也都不知道。哦，前几日有一个丫头被打得狠了，夺路跑到了前院，还撞上了我。如果那对母子真的被抓，她或许见过。这姑娘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好像姓金，她爹是个卖菜的。张姑娘，该走了。知道了，换好衣服就出来。哎，等等，你还没说想让我帮你什么呢？我的消息有用，十分有用。我想离开抱月楼。这会儿跟着我有危险，不过倒也不是不行。不是现在，只要我的卖身契还在楼里，我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身份。那我帮你赎出来。不敢让大人破财，赎身的银子我自己有，我只想求一个可以自赎的机会。有钱也不能自赎。我是被刀刃加身强逼着签下的这份卖身契。逼良为娼啊！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能一手遮天的。别说见过我，等我回来救你。不急这一时半刻，先等大人活过来再说。代家，这几日的追思会，所有人名单都在这儿，未见范闲露面。王启年家有什么动静？动静倒是没什么，各地方我也安插了人员看着，只有母女2人进出，未见他人。是不是范闲未到京都？咱们再等等。等不得，小范大人至此生事已成，如若这时让他重回使团，这机会可就不好再寻了。可是人没出现呀。吴九，你知道这世上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吗？哎，金榜题名，是一家团聚。你知道一家团聚的前提是什么吗？得先有个家，得先分，才有聚。吴舅，去把王启言的妻女请来，我想看阖家团圆。是。就等着被感动。大人，我都打电话了，就是这条街。一会儿，这抱月楼负责谈卖的车队就会从这块路过啊。记住啊，最后那家车里边不要再逛，那筐子里边的菜呢没有封实，它能藏人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来了。哎，大人，有没有这个3岁银子呀？
银子这么些个，快快，我的！哎，银子，怎么了？别抢，是我的！这个，快，小心我的货物！往里走，这个位置。往里走，小心点啊！老六，这几辆马车一辆一辆给我认真检查。好嘞，队长慢走啊！我见过你，我不认识你。你上过台是不是？葛爷，再给个机会，再给个机会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再给我一回机会。就这么想进去？比我命都重要。你也不年轻了，注意身体吧。无所谓，只要能见到我女儿，我怎么样都没关系。你女儿在暴雨楼，为什么？为了500两。你卖女儿？我再混账也不干这种事。那是俺家丫头为了替我还菜钱，她把自个儿卖了。还菜钱？买什么菜能欠500两？是卖菜。那工地采办菜蔬的代公公从我这边收菜。等会儿。你是卖菜的，姓金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放这边，好，都放好了啊！别弄坏了，我去拿纸机。你刚才说你给宫里送菜，这好事儿啊，旱涝保收的。可是代公公要收孝敬，节庆、生辰这都不能漏。上次生辰，我实在是没钱，被代公公记恨，之后送菜总说我这个菜不新鲜。不新鲜你不卖都不行吗？那倒好了，不新鲜他要罚银子，说你对皇室不敬，天天罚，天天欠。最后欠到了500两，俺家丫头这才做了这种傻事。那咱不给宫里送还不行吗？你不送就是欺君，还是要看脑袋的。就没人告这代公公？你再一个卖菜的，凭什么告啊？凭王法。那代公公就是王法。我女儿卖身。我连那银票都没见着，鲍月楼直接给了代公公，说把账平了。这代公公和鲍月楼走得很近，那谁知道啊？人都是大人物。从那以后啊，我就天天想进去看孩子一眼，我就想告诉孩子，说爹在攒钱，肯定把那叔叔呢。哎，把后门打开，让车队赶紧走啊！彻查后院，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啊！我帮。快点啊！
大人，我的私房钱。难道收拾吧？我不，你说这，哎，不用亏，我呀也是在利用你，不是帮你啊。儿子，我这有的银子我也进不去，他进门要门铁。快点！我赶紧跟上，快点！快！我帮你解决。现在呼船，周继北，横村草木生，30花剑位，不对吧你？连3月，将红花甲，思想，小范大人，千古。这老头怎么又过来了？这回来干嘛呀？有模有样的啊！不是吧？血真贵啊！真像啊！全票，下一位追思者上台追思。别董大，1000里，1000里。哎，来一个追思者上台追思。他遇见您啊，这真是他的好运气。宫里办菜书的戴公公，听说过吧？简书司的戴公公听说过，没见过。回头我得见见，我也见识见识王法长什么样子。大人若想往上爬，就得学会与光同尘，就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种人也配称作光？哎，光不光的，毕竟人家是宫中行走啊。老金头这样的事多吗？百姓嘛，早都习惯了。娘，我不困，我不想睡午觉。睡醒了就又可以吃晚饭了。晚上有肉吗？不能总吃肉。我还吃饭。
有，睡吧。娘，爹和范叔叔为什么都从井里走？你爹和范叔叔回来的事情，不要和任何人说，知道吗？我懂，娘你放心，我去和三丫他们玩，都说我爹死了。那倒也不必。爹回来啦！你爹回来不用敲门。躲床底下。各位公主看啊，各位公子，今天清早看啊，明天还有啊，各位公主看啊，今天先这样啊，明天还有啊，先抢回，对，今天各位散了啊，各位散了，明天清早啊，好，各位，今天就到这啊，明天继续追思，来。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您托我那个事儿，问过我女儿了。她说新来被关起来的，她都见过，没有带儿子的。您放心，您找的那人他不在宝月楼。人要是不在，线索可就断了。恩人，你明天可以来试试。什么意思？我女儿说，楼里人啊教训过新来的，说明天白天东家要来。抱月楼的东家，那可是挺神秘的，没人知道那是谁。人有银子，如果见到东家，可以问问。哎，您女儿呢？怎么没跟您一块出来？他们是说500两只够2个时辰，让我用那500两跟我自己的女儿。他们要多少两？1万两。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攒出这1万两啊！而且那500两，我也没能要回来。
孩子没救出来，您的500两我也给您搭进去了。我没本事，我没有这样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对不住你。别这样，您已经帮我很多了。那500两啊，不用还了，1万两我也给你想办法，放心啊。我这就卖菜，还恩人钱，能活着就好。哎，大人，别过去！开嘴！一边去！邹大人，收拾报官，闹事误杀，赔多少银子，咱们都认。现在如果冲出去，只会打草惊蛇呀，大人！刷干净，刷干净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！人命关天，一个青楼怎么敢？大东家才是罪魁呀！都走了，别看了，到了。人手活着进去的，出来就死了，这还有别的可能吗？可刚刚，咱也不在楼内啊。我明天一定会过来，我倒要看看这抱月楼的东家到底是谁。怎么下手这么重啊？老头先动到手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保不下自己。他女儿呢？看着呢，让人盯紧了，别寻短见。血冲干净了吗？都干净了。录给新的一样，咱们按照您说的，腰呢？楼内楼外啊，都用心清扫，保持一个以诚待人，以情感人。他家还有别的人吗？没了，就一个女儿在咱们楼里。送点银子过去吧，哈，让人多照顾，多劝着。多开导些。你说人没了呢，他肯定是难过的，但断了念想，不也轻松吗？屁股，这手是鸡爪子吗？告诉那姑娘，老人的白事这楼里面就给办了，让这孩子好好努力，将来当一个花魁，回去扫墓，老人在九泉之下看着也高兴些。袁大家就是太心善了。再来一遍。腰呢？胸挺起来，漂亮。哎，大人。按老金头所说，这简叔司的戴公公那也是一丘之貉呀。但是您别着急啊，等您彻底活过来，咱再接着查啊。怎么了？不是，到处都找了，没人，会不会走进去了？不会，我家夫人知道大人回京都要守密。爸爸，跟他们家一样，什么呀？抱月楼。你现在去没用，他们比我的命重要啊！
你先别慌，你听我说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不是早就说了，咱们得赶紧走，不然我妻女将会有危险。现在好了，他们让二皇子给抓走了，你不让我慌，我能不慌吗？今天白天咱们眼瞅着一个人，他说死就死了。朗朗杨氏，平安无事。老王，我去了。大人小心，外面的事儿你多照应。是。放心，人肯定能救出来。今天相信大人。我说范无咎，殿下，你还真天天看书啊？以前没见你这么夸张啊。春闱将至了，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。怎么，你打算科考？哪个读书人不想金榜题名啊？读书人还背着刀呢。习武是我逼不得已，我从小到大其实是个文人。哈，文人好，文人好，还能替我出谋划策。来吧，文人，帮我想想，王启年的妻子女儿怎么忽的销声匿迹了？回禀殿下，说来也奇怪，昨日我到了王家，眼睁睁看着母女二人进了家门，我冲进去后，你猜怎么着？人不见了，就没有其他痕迹了。上上下下我找了一遍，人不见踪影。现在回头想想都后怕，以为自己见了鬼。难不成是王启年跟范行回京，把人转移走了？您要这么说的话，就说通了。呆子，禀告殿下，王启年求见。谁？王启年？是，他一个人？就他一人。有意思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王启年见过殿下。哪儿的有病？我买的。吃点水果。范闲在使团内是假死，如今已经回到京都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都被他骗了。他回到京都之后，一直在探查滕家母子的下落，如今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抱月楼。抱月楼是哪儿？小楼。滕氏母子跟抱月楼有什么关联？这个不重要。范闲得知抱月楼的东家今天要去抱月楼，便偷偷的潜入。如果殿下这会儿去抱月楼，一定能将他假死之事大白于天下，逼他入绝境。你不是范闲心腹吗？
小范大人对王某有情有义，恩重如山。那你卖他？王某只求殿下事成之后，将我妻女放回。为了家人，在王某心中，妻女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能信你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今日能堵住小范大人，我手里的人，你都可以带走。谢殿下。不就，那就陪我逛趟抱月楼。是。跟我走。哎，我鞋呢？鞋在哪儿呢？殿下，不会是范闲的心腹？你弃暗投明，范闲饶不过你。没得选。起来，起来！你有的选。只要今日抓住范闲，他这欺君的名声就算是定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到我这边来，他出多少，我照跟。谢殿下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就撕破脸吧。跟我走一趟抱月楼，都听殿下的。真不错。东家不常来，这可是你们少有的机会了。把交给你们的都使出来，真要是被瞧上了，那可是你们一步登天的机会。不过我呢，丑话先说在前面，谁要是犯了错，惹了祸，我记你们一辈子。姑娘们，可要加把劲儿啊！三姑娘，待会儿要好好唱曲，可不能净唱些丧气的。梦姐放心，三温不敢。你要多笑一笑，就这个笑，特别好。姑娘们，一定要好好想一想，该怎么用心做事。我这个楼啊，就靠你们了。王先生，替我赶个车。殿下，还求殿下留小范大人一条性命啊！怎么这会儿替他求上情了？王某若不是为了救家人，绝不会出卖小范大人。你放心，我费这么多的事儿，不是为了杀他，合则两利嘛。谢殿下。不瞒殿下，王某驾车还是很稳的。咱们这条街和前后两条街都进阶了，您放心。嗯。来了。
圆梦恭迎大东家。一会儿都别出错，新来的丫头被鞭子怎么抽，你们也都见过。都知道的。到时候他们哭天喊地，被大东家听见了可不好。不会，他们都在后院关着呢，有人看着，不让出声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路过后院，被护院赶开，瞧见了。唉，这好些都是被卖进来的，这谁家青楼需要这么多的新人啊？不是被骗进来的，就是被抢进来的，不然他们天天怎么哭成那样？你说咱们这东家到底是谁呀？这么狠的手段呢？别乱说了，命要紧。姑娘们，大东家来了！里边请。东家，哎，您来这儿，请坐。坐这儿，在这儿。是这个，尝尝葡萄。我这个，行了，干嘛？尝一尝，大家尝尝。行了，干什么呢？我这都吃了一会儿，吃不吃饭啊？我先查查。大东家，账本可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咱要么用完宴再查呢？宴呢？这个呀，不还没准备好呢吗？啊，我先查查，哪儿了？现在。哎呀，这愣着干嘛？怎么不走啊？你都打我亮了。一个都不留？他们能帮我算，还是脸上有字儿？不听乐曲，看段五乐也行。我是看账本啊，还是看他们呀？行吧，让他们出去，好吧？我怎么学起来呀？干嘛？你怎么不走啊？总得陪陪你啊。陪我啊？陪我干嘛呀？陪你说说话。说什么呀？你想说什么？甭来这套，我懂。啊？我这查着账呢，然后你这儿跟我说话，让我分神，你们账里肯定有问题。那你可冤枉我了。那病不死你就走啊！你跟厨房催菜，我这饿着呢。我怕你寂寞。这么多账本在这儿陪着我，我能寂寞吗？我现在是天下最幸福的人。那你光查账多无趣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激怒我了。还有比查账更有趣的事儿吗？出去！我不欢迎你。我怎么激怒他了？还觉不错了。走。那个有事找我？没事儿啊。去，说账本的坏话，真是烦人。范思哲，范闲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死不了，他们都说你死了，我怎么感觉好几年都没看见你了？小点声，
哎，你不是出使北齐了吗？那使团没回来，你怎么先回来的？惹祸了？你是抱月楼的东家，